过年出门佚佗嘛爱顾环保，环境部是搁再提醒讲，对今年开始，旅社饭店袂使主动提供一包一包用一届就断掉的个人用品，包括洗浴的用品、泡沫水嘛爱改做大罐的。过年期间会加强来稽查，违规者开罚单，限期改善。各地啊拍开内底拢是出门佚佗过暝会用到的物件。环境部规定，今年开始，你所业者袂使主动提供一届性的螺、起面啊、起膏、药膜啊、喙手扣啊、甲泡6项物品。业者也要该提供大包装的洗发精、洗身躯精。环境部表示，这个过年期间会实时稽查，业者若违反规定会开罚。那都会改由这一个挂壁式的那种大瓶装，那环保局会就这个部分会去做稽查，会被依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到6000元，那限期改善。根据环境部做的调查，有74%的民众支持这个政策，但是也有13.6%的民众无支持。第一线，你所业者讲，确实有一寡民众会有无共意见，无炸家己的用品，业者透过宣导也会变巧来解决问题。因为我们其实在客人入住之前都已经会强调，一次性备品本来就应该自备，没有的话再跟我们索取就好。有业者讲，若民众无炸家己的用品，也是会使向业者摕，也是用买的。业者讲，因也当咧透过一寡方法，降低民众对这个政策 complain 的现象。亲像民众若无炸用品，会当透过关键角和社福团体来换一届性用品，以多元化方式来推广政策。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。